怀四六。亚比是我徐薇老师来学客家话哦。第一句话，哇，这边风景漂亮，空气又好又安静，怎么说呢？亚比就是这里，亚比风景讲就是那么美漂亮，风景，亚比风景讲，空气又好，空气就是空气，又就是又怎么样？好就是很好。又就是又什么呢？点清就是很安静的意思，点清很好。嘿呀，是啊，3度就是山里面呢，3度还有哦，3度还有动高的树好高的树就是树，动江的花很美的花。再来一次哦，嘴巴张开来。嘿呀，3度还有动高的树动江的花，对了，很棒。头前有水冲来去看水冲就是指瀑布哦。我们来听何丽玲小姐讲客家话，很可爱哦。亚比风景讲，空气又好。嘿呀，3度风有动高的树，动江的花。头前有水冲，来去看啊。哦，好啊，耶！好啦，抽考哦。前面有瀑布，咱们去看看吧。怎么说呢？头前有水冲，来去看啊！安 boy， 今天就学到这了，安之 say 拜拜。